再来做客慢人来了，今日来做了的一个人呢，就蛮特别吼，伊是音乐人，是一个制作人，姜涛，欢迎姜涛老师。嘿，各位观众朋友好，李勇你好。姜涛先生，我来呀，其实你跟客家的渊源就蛮特别，因为你不是客家人，对，没行业，对，好啊，我同客家有关呢，如何后来作为客家的音乐，对，所以更加老师谈一些，一点点。今日呢，几難得的機會有請到姜先生，除了等下會講到吼，而做一個客家音樂嘅感覺以外，當然也要加入一條小物，吼，對，人哋一個節目嘅關係，係因為有小物來認識一個音樂人嘅故事，吼，那麼從請人哋嘅處理不人哋提向姜浩先生帶來嘅物品，可能是希望嘅，哎呦。一開始就抓到這個。作為音樂人，有一個第一個，感覺代表會重要的東西，對，竟然是這個，對，恐龍，對，其實它不是恐龍，它不是恐龍，它只是一個恐龍的形象，對的一個，我們把它稱，我們叫它什麼？叫哥吉拉嘛，哥吉拉，對不對？很有名的哥吉拉，是，這看起來很新誒，很新哦，對，這個沒有啦，這個是小時候的東西了。小時候，對，這個是小時候的東西。你懂誰？我知道，我大概這個是我猜我應該是個四年級的時候，10歲的時候，對，10歲的時候買的。哦，對，是爸爸媽媽買本呢？哎，不是，這個是我外婆買給我的。哎呦，對對對。哦，所以是因為你喜歡哥吉拉。對，然後我們去逛街的時候，剛好看到這個，我覺得哇，這也太可愛了吧！其實它是一個什麼呢？它是一個放牙刷的一個小杯子，它兩邊剛好有那個可以插那個牙刷的那個孔。可是其實我那根本沒有放牙刷的這個習慣，我牙刷都是插在那個漱口的杯子裡面嘛，我不會把它插在這裡面。我只是覺得說，哦，這個真的很可愛，所以我那時候就跟我外婆說，我說我好想買這個，好想買這個，然後她就買了這個給我，然後一直保存到現在。你好看天陽，還是好看哥吉拉？對，小時候我是很喜歡。對，因為應該這樣講，我對哥吉拉的印象是多小的時候呢？大概我學齡前吧，大概什麼時候？幼稚園之前左右，我就看過這個電影了。對，以前只覺得說，哇，是一個恐龍的電影，小時候很喜歡恐龍嘛，就覺得哇，這個恐龍是一個很酷的一個形象，覺得帥。然後後來那個時候也沒有什麼這樣子的資訊，小時候就看那個電影，然後有那個哥吉拉的那個出來的那個時候，哇，那個配樂，然後配上去之後，整個那個氣勢，哇，聽起來很厲害這樣子，然後就哇，那個時候就迷上了這個電影，迷上了這個角色。那個時候也不知道它叫哥吉拉，那個時候是日文那個日本片嘛，然後小時候也看不懂。那個字幕在寫什麼，然後只看哇，有那個恐龍出來，很帥，然後喜歡，對。然後講到配樂，那韓星時節看天陽，你竟然就會注意到對，因為那個氣勢是用配樂去把它襯托出來的嘛。因為你說哦，光有一個，我們常常在看電影的時候，你光有一個影像哦，光有一個畫面出來的時候，比如說小時候我們看那個《侏羅紀公園》，侏羅紀公園其實它會有一個那個配樂出來的時候，襯托了那個恐龍一出來的時候，你會馬上你的聲音跟畫面是有一個直接的連接，那個連接會讓你對這個畫面產生更深的一個印象。對，那我其實很小的時候我就知道這件事情了，所以說我現在在做的事情很多跟這個也有關係，就是什麼，我們用聲音、用音樂去加深你對於這個畫面的一個印象。你家他已經係好音樂嘅哈，小時候已經在學音樂嘛？我大概4歲的時候開始學的，學鋼琴。不是盧卡算音樂世家嗎？不是，我爸爸媽媽都是老師，對，都是老師，是教國文的，對，教國文的，教國文老師。你係學鋼琴學1級，學幾級？我大概學到什麼時候？學到國3吧。所以大概是10年的時間。算幾久哦？這樣還好吧？算很久嗎？
我是5岁开始哈，俺妈妈撸突俺去学钢琴，对对对，然后我大概学1年吧。你是被骗去了吗？是不是被骗去了？妈妈弹都比俺还高，对这样，可是我就没有兴趣。可是你学了蛮长期啊呢。哦，我觉得是哦，我觉得那时候是一个小朋友的一个分水岭哦，就是妈妈可能会让你去尝试一个静态的跟一个动态的，对，然后你会发现有一些小朋友他静态的学不了多久，因为我现在自己也在教音乐嘛，可能有一些小朋友他会选择说，哦，那我要去跳舞，是动态的嘛，就是对于那个肢体啊，对于那样子，这个挥洒汗水，比较有兴趣的，他就会慢慢往这个地方去了。maybe 它是一个把人去分出来的一个方法啊。我觉得以前小时候 maybe 我们的爸妈他们是这样觉得，说可以让小朋友去尝试看看。对，刚刚一回是好音乐路好多就是喜欢的这样。对。好，刚刚来看听一封中土先生带来的物品。另外一个，哇，这个就风格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的。对，也跟黑芒给卡通的呀。对，这个是。我们以前有一个卡通叫做《新世纪福音战士》，很有名。对，而且从我小时候一直红到现在，它还一直不断的在重制，到现在还有那个电影版。对。那为什么它对你那么重要呢？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我在青春期的时候，我对于一个那种所谓的，可能是一种人生吧，或是对于一个。你在这个感情方面的那个事情，因为毕竟你青春期的时候会有一个那种情窦初开啊等等之类的这样子的感觉，然后你对于那种那个影像也不能讲影像，对于这个剧情它的描述可能有一些男生女生的那种爱情的那种关系，但是其实都是年轻人，就是所谓的青少年，他的爱情其实是很模糊的，他不清楚说我到底。这个事情到底发生在我身上，对我来说是什么意义？好，当然我觉得这个是我对于这个动画的一种投射啦。但它其实真的对我的意义影响很深刻的是，我从看了这个之后，我喜欢上画漫画这件事情。对，对。你迄画图迄指甲画还有画？没有啦，我自己画啦，对啊。我那时候也没有什么那种。因为我们小时候画这些漫画，我们大人看了都会说：“你这是那种不入流的，对，就是543的东西嘛。”那大人不会让你说你要让你好好去学这个东西，他也不会，他们不知道说这个东西其实到我们现在这个年代 ，maybe 20年、30年之后，它其实是一个主流文化。为什么？因为我们以前看这些动画的小朋友，现在是社会的主流嘛，所以我们现在有钱了，我们会去投资说，我要去买以前我曾经很喜欢但我买不起的东西。好，那时候我就自己画一画，我觉得那是一个我用来抒发我自己压力的一个方法。对，尤其是你到国中、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哇，那个升学的压力很大，人际关系压力也很大。压力都很大的情况下，那怎么办？我抒发压力的方式是我自己一个人，我喜欢自己一个人的感觉然后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下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那通常呢，就是画画，不然就是弹钢琴、听听歌，然后写诗。对，以前喜欢写诗这样子。文艺青年的感觉。以前是文艺青年。他按的讲，故作青春期的时节真的是头碰人际压力很大，所以我觉得那个是对于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到他真的成熟了之后，青春期对这个人的影响，我觉得是最大的。对，真的这一段时间的影响是很大的，对，影响到他后面个性怎么样。对。唐一蕊如黑给团体验，虽然你的青春期可能没有说那么的某岸顺溪、某岸快乐，不过好像有某种程度呆顿行都你说有某一条路有一点是这样。对。好，我们来看第3封中土先生带来的物品。有亮的。两种抽大奖了。两种转息。对。如黑
整出米给客家歌手曾仲伟耶，他的第2张跟第3张。对，是的。哦，古时如黑欣赏制作的，系咪？哎，我们这应该这样讲，他第2张专辑啊，我只有参与了其中的几首歌的编曲。好，然后第3张专辑就是我们有一整个团队去帮他制作了这一整张专辑，在那个翁啊那一张的。对。这个是你第一次接触到客家音乐吗？不是没有，当然不是。大概哪个时间？在我大学的时候。太好了。对，因为那时候我们大学的时候，其实我们身边的客家文化的人很多啦，应该这样讲。因为我念的是艺术大学。对，那其实我们那时候刚开始，我们比较重视所谓的文化创意产业这件事情。好，那我们就会从我们自己身边，或是我们自己成长的背景中去发现，说我们到底有什么文化可以去让我们使用，让我们利用。好，那在这之间呢，其实我们就会发现说，哦，很多客家人跳出来了，说，哦，我小时候接受到的那个文化是什么？是客家文化。那以前我们也不会去注意到说，你是不是客家人啊？对不对？可是这个时候，客家人出来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原来你是客家人啊。然后才会去认识他嘛，说哦，你是客家人，那你有什么样的成长背景？你有什么样的文化？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去接触到说，哦，那我可以用客家文化去做什么事情？好，那甚至于说那个时候我有一些朋友，好，是唱歌的、写歌的，那他就会用客语去创作一些歌曲，然后我就会跟他们一起去玩音乐。那我觉得那个是我们我接触到客家文化的最早的时候的事情，就是比较深入的了解的时候。你那边跟学长组团比赛，对。哦，比赛，然后就开始做客家歌。是，那个当然我们中间断断续续啦，因为我做音乐的所谓的这个范围哦很多很广。那我不是只做歌，对，所以说断断续续，我都是刚好这边刚好有这一位客家歌手，他要做，好，那我们来做，这一位也要做，那我们来做。我不会一直局限在说我就是一直在做客家音乐，但是我觉得能够去接触到客家音乐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对。有关强豪先生嘅音樂之路，還有做客家音樂嘅一個路程，我哋等下個繼續來講。好，家先生做嘢試下茶。無敵四和弦，對，無敵四和弦。然後刷一個，然後就這樣子，然後說，然後彈完之後，你會了嗎？我說，應該會吧。然後說好，那我也只會這樣。你來做客，萬年來了，今日來做了嘅係音樂製作人強豪先生。強豪先生拿出的小物哈，如係人工嘅嗰度哈，很多公仔呀的東西。這一趴呢都係樂器嘅，先生剛剛拿到嘅都係唔嘅吉他。這個吉他看起來有點歷史哦。哦，這支很久。哦，這支陪了我20幾年。嗰時候很體積。對，不是，但也不是。對，但是，這是我大概從什麼時候？我24歲的時候，我有發過一張我自己的創作專輯。哦，是。那時候那一張創作專輯就是用這把吉他去錄音的。哦。對，但是那時候這把吉他也陪了我很久了，大概也陪了我5、6年、7、8年左右了。家這邊啊，50歲的時間就有壓吉他，幫你買本呢？對，誰買給你？哦，這個誰買給我的？這一把我想一下。這一把不會是自己賺錢買吧？沒有啦，這個是我高中的時候，那時候沒有經濟能力。高中的時候，高中快要畢業的時候，這把是我爸爸買給我的。哦，對，這把是我爸爸買給我的。對，他算是，那時候因為我們要表演哦，那我們通常表演的時候，如果你只是拿一把一般的吉他，它沒有辦法插電嘛，那沒有辦法插電，沒辦法表演啊。所以我們就那時候我就。跟我爸講說，我說不行，我要一把可以插電的吉他，這樣子我們學校那個表演哦，才不會看起來就是很爛這樣子。他就說好，那我們就找看，我們去看有沒有適合的。我要去店裡面就看了一把，那時候就挑了一把這把這個琴哦。他現在其實看不出來它到底
原本长什么样的，因为上面贴满了纪念品这些都是我们可能在一些表演的场合啊收集来的，然后再把它贴在这个琴上面，甚至于说我连它的商标我都把它贴掉了，因为看不出来它是什么牌子。所以说，那个时候买下来的时候，其实它原本是一把很干净的琴，那也随着我们的这个历史，随着我们的成长，它就慢慢的变成了。有很多这样子纪念品的一把看起来很有年代感的一把吉他，当然声音还是很好听的。头都有问老师讲，刚刚我一开始先弹嘛，伊讲做唔得，我停不下来啊，我停不下来，真的停不下来。姑说问他要不要弹，都有点犹豫哈。对，不要。你刚刚说你4岁的时候学钢琴，那吉他呢？吉他我那个时候高中要上高中之前，我们那时候有多元入学方案刚开始的时候。好，那个时候我是推荐甄试上高中的，所以我就会变成是我有大概半年的时间去学校打混摸鱼，不知道在干嘛，上课然后对就不读书嘛，然后因为不需要了，那所以说那个时候我就没事干，我就跟我爸说，那我就问他说，我说爸爸你不是会弹吉他吗？我说你要不要教我弹？我就跟他讲说你可以教我弹，然后他就说好啊，他要从家里的那个很隐秘的一个地方，忘了在什么地方，床底下还是什么地方，拿出了一把很旧的一把吉他。那一把是什么时候的吉他？他说这个是你妈妈大学的时候的吉他。他就说那我这样，我弹一次给你看，好，然后你要看清楚因为他也不会教嘛。有点像什么？有点像那个《笑傲江湖》他教他独孤九剑的那个时候，我现在耍一次给你看，你看清楚了。他又教我弹了4个和弦，无敌4和弦。对，无敌4和弦，对，无敌4和弦。然后他刷一个，然后就这样子，然后说，然后弹完之后，你会了吗？我说，应该会吧。他说好，那我也只会这样了。我也只会这样了。后来我就好，然后我就问，后来我就自己把这把琴，不是这把拿当初那把琴，妈妈大学的琴，到房间里面，我就自己玩玩很久，大概每天这样弹了半年，就发现我自己好像懂一点了，好像会弹了。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教材，也没有什么。现在小朋友都很幸福啦，都可以上网看什么 YouTube 去学。那时候没有嘛，他还给了我一本那个上面都是简谱，然后里面一翻开来，全部的歌我没有一首认得的，都是老歌。对，然后我就想说，那这样子的话，我是不是要去学一点新的东西？所以后来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就加入了吉他社。对，我在吉他社里面跟其他弹吉他的这些朋友同学。互相去研究，互相切磋然后后来才慢慢开始进入了流行音乐这一块。因为钢琴是古典，是，然后因为开始玩吉他，是，就行业呗，流行的。刚除了吉他以外，俺还看到那边有用具，看起来应该就是乐器吧？好，我们吉他可以请小助理先，但是应该不是我小时候的直笛吧？我记得小时候直笛有点比较大只，对不对？比较大只，俺来看一下呀，还蛮给。对，来看一看是什么。这一只，样还没看过呢，这是还没看过，显然也是笛子啦。现在是笛子，对，它也是吹的。对，交给老师。对，我们还有一只，再把它打开，对。2个，这是你珍藏的笛子吗？它们是金属的，对，来看一下这2只笛子啊。好，它的长短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不同调的它是不同调的。我们小时候吹的那个直笛就是什么 C 大调的嘛，反正你什么调都可以吹，你升降记号你按得出来都可以吹。这种调，这个笛子它的吹法跟一般我们以前的直笛这叫什么？这个叫做席笛，或者我们叫它叫席哨。
啊，就是英文叫做 tin whistle。哦，对，下周哎。对对对，然后这个呢，它其实是一个英格兰的古典的传统的乐器，啊，就是在那个英国那边的这种乐器，所以这也是英格兰那边制造的啊。所以说这个乐器啊，它吹出来的声音其实跟直笛没有差很多。哦，对，但是它就有一个那个。有没有草原感？有没有一个魔界的感觉？哦，有。对。哦，所以是你发现到这个乐器，你喜欢这个乐器。对，应该这样讲。我大学的时候，我们很多那个学校很多怪人，因为反正艺术大学嘛，怪人很多。然后那时候就很多有一个学弟，他很喜欢收集一些奇奇怪怪的乐器。他有一次，他上社团的时候，他就带了一把这个来，带了一支这个来。我问他说这是什么东西，他就说这个叫做洗笛。我说那你吹给我听，他就这样吹，喜欢。我说听起来有一个铁达尼号的感觉，我也要买一支。我就问他说哪里买，他说要上国外的网站去国外订。然后我一上那网站去查了一下，哇，这个价钱我买不下去。对，哦，很贵吗？以前那个时候很贵，现在因为我们台湾有专门有人在代理这个东西啦，所以你现在买这个都不会很贵。我后来前一阵子哦，我突然又想到这件事情，我想说哇，以前听过那个声音，真的难忘。我想说，那我来上网去看一看有没有这个东西可以买，结果就刚好有，价格也还可以接受。我说好，然后我就订回来，一直给我吹，一直给我儿子吹。那所以其实你学很多乐器是吗？不止吉他、钢琴、曲子。应该这样讲，我没有特别去学。那我对乐器有兴趣的话，那我们就会可能。当然，如果那个乐器是你可以负担得起的，那你就买一支来玩玩看嘛，买一把来玩玩看嘛，就是用玩的那个。对，玩的。因为我觉得学音乐哦，就是玩乐器、弹乐器这个事情，我们不要把它想得那么复杂、那么严肃。因为它其实一开始一定都是一个很开心的一个事情。对，重点会后搞，要好玩。对，一定要，不然不好玩，你不会想要继续玩下去，不会想要继续弹下去。对。好，咁等一下呢，更好先生，我帶大家去到對於有特別意義嘅場所，好，我哋等下個多陣啦。好 ，OK， 謝謝。我用當兵休假的時間，慢慢做，就把它累積成了一張專輯，然後在退伍的時候發行的。那也是我後來進入這個行業的一個契機。这里是我以前的大学，台湾艺术大学。我觉得这边是对我人生影响蛮大的一个场所啊，因为这边其实我在这边认识了很多不同业界的朋友还有同学啊，那他们都各自代表了很多不同的文化，还有一些在艺术领域上面的一些专业。觉得这个是一个人生中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对我来说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摇一样，然后在学校第一次看到他吗？对。等一下那边吧，有一个环境很好，很清幽，然后很艺文的一个树荫下面。这个女生太漂亮了，气质很好，然后，穿着打扮是就是我很喜欢这样，所以我们算是很快就在一起了，聊天聊没有多久，就其实对彼此马上就会有好感，所以说，我们后来在学校里面也是我约他来，因为我知道他那时候还在念书，但我已经毕业了，他年纪比我小一点。所以我们就直接约在学校里面见面。我在他课后的那个时间跟他说，不然我们一起去看一个我们是很艺文的哦。我们去当代美术馆哦，看一个
画展？就念艺术大学嘛，想要有个艺术气息。然后那时候刚好台新艺术奖就是刚好在办展，然后想说啊，本来就有计划要去看，那不如就择日不如撞日，就直接去。我觉得他很有才华，然后他那时候最感动我的其实就是他的作品，就是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他就丢了一连串的他的作品的连结给我，然后我每一首都听了，然后我觉得我很喜欢。还有什么绿绿？有没有绿绿？这边没有绿绿，我们看前面有没有绿绿。好啦 ，finger style， 他也要打那个，要打一下，他要打一下。我觉得人生的乐章不会只有一种旋律。那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继续创作，继续的让更多人听见这份真挚的感动。我认为，持续创作，持续分享，让大家能够一起感受到做音乐的这份热忱，我觉得是做音乐的人最重要的一个工作，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人生的一个使命。这是我们用来分享我们的人生，用来分享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一个看法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方式。先来做客慢言聊聊，头东眼人看到强头先生带恁讲给食的，好讲给补用，韩国电影下给来耶。哇，漂亮的老婆跟可爱的小孩一定要晒一下的。对。黑带艺人贵都唔给母校。对，台湾艺术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在板桥的不是关渡的是在板桥的。对，嘿啊，刚你们两个人的相识也蛮特别，还好高的时间不是，对我们不认识啦，在学校的时候我们是因为我们老实说我们年纪差有点多，对，也没有真的差很多，但是就是我毕业了之后他才进来，对，所以我们在学校其实不认识，我们是在外面工作的时候认识。对。韩国嘅 T-Pad 就係雖然讀嘅係工藝設計、工藝設計，對。可是你其實一畢業，你說你畢業就出了第一張，對不對？你的創作專輯。應該這樣講，我那個時候是我退伍的時候發行的，因為我們畢業還是要當兵嘛，我們那時候還是當1年兵嘛，對不對？現在應該是要回去當1年兵。對，我們那時候當1年兵，然後我用當兵休假的時間。慢慢做，就把它累积成了一張專輯。然後我自己的創作，那時候一開始是發唱歌的，就我自己寫的歌，然後自己做一張專輯，然後在退伍的時候發行的。但是，那也是我後來進入這個行業的一個契機，我覺得。那我後來就在幫我發行的這張專輯的公司做幕後製作。包括錄音啊、編曲啊、寫歌啊等等之類的，我都有做，這樣子。你還跟他一開始你畢業就決定要走這條路嗎？比較難走的路。我覺得其實那個時候沒有限制說自己一定要做什麼，但是我覺得做音樂是我喜歡的事情。然後我覺得我在這一件事情上面，我也有我自己的理想，所以我覺得說，那反正我年輕嘛，我還有時間。那我為什麼不用這些時間去完成我自己對於這一份工作，或是這一個行業這一件事情的一個理想？我覺得可以試試看。所以我那時候就想說，那我就投身進入這個行業裡面，我們來玩玩看嘛，不知道會玩出什麼東西啊？因為一玩了10幾年、20年，就這樣，玩到現在。不過董爺。你的熱情在這，可是現實也要顧哈。是。當你一開始你都要紅，一開始進到這行很辛苦。很辛苦，那個是一開始的時候，其實我覺得，哇，一個月賺，你不賺到1萬塊錢都是個問題。哦。那是很難受的，因為我們做這一行的，其實一開始不要講一開始了，有些人可能做了很久，到現在都還是一樣啊。收入不穩定。你不可能每一個月都是領個固定的5、6萬塊錢、7、8萬塊錢的薪水，不太可能。一開始一定是我可以接到多少工作，我才有多少錢。那你如果這個月剛好沒工作，你就沒有錢，就只好出去把錢全部花光了，就出去玩嘛，對不對？那你就之前你可能賺到錢，好，那你就存起來。
然后你等到你真的没有工作的时候，好，你要把这些钱很省吃俭用的拿出来慢慢使用，慢慢使用，慢慢使用。对，那个时候大概生活就长得像这样子。对，你认识老婆的时候，其实你还是有点算初出茅庐，对不对？是。哦，不过老婆妹艺术家个性哈。她。我觉得也还好但是他就是欣赏你的才华，因为你那个时候也还没那么稳定，对不对？是。可是他就是愿意跟你在一起。对，就是被半哄半骗吧。奶奶要不要看到一个很特别，这个对你有特别意义，对不对？对。你都很喜欢这种类似恐龙类的吗？对，因为我太太也喜欢恐龙。对，你看这刚好是我们刚好是我们共同的一个喜好。对。我说亚给黑买币对，买给他的。对。给他的礼物，算是这样讲，因为我跟他的记忆啊，有一点出入。他觉得是生日的时候送的，但是我跟他讲说这个是情人节礼物。那时候是他情人节的时候，我想说哇，今年情人节我不知道要送什么。但我们之前逛街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只我好喜欢，然后他也好喜欢，觉得好可爱，好可爱。每次看到经过我都觉得好可爱，好可爱。可是其实它蛮贵的。对，它真的蛮贵的。就是这个看。易容要不要猜猜看？公鸭票？对啊，你猜猜看啊！你猜猜看多少钱？很贵，很贵。其实它蛮贵的。很贵，要1000块吗？不止。啊，那银公诶，多少钱？对，这个大概要3000左右。哈？因为它是坐飞机从德国来的。对，它是坐飞机从德国过来的，所以它其实是一只。欧洲的恐龙。对，其实它蛮贵的，所以你说那个时候你看到一只这个，要卖3000块钱，你买得下去吗？其实你买不下去。对啊，很贵。对，可是我想说，难得过个节嘛，那我们就当送个礼物，我觉得没有关系，3000块钱好像还好，就买了。结果从此之后，我们就迷上买这个东西。每一次过生日啊，送礼物啊，也给很重要的。对，它就变成一个我们对于我们喜欢的事情嘛，然后对于我们两个之间的感情的一个直接的一个投射。对，让我们都喜欢这种很可爱的东西。那有时候不一定是恐龙哦，有时候不一定是恐龙，有时候可能是一些可爱的小动物啊。对，也是他们家做的啦。然后就是就是小动物，然后我也很喜欢这个。然后后来我就说，那不然下次看碰到什么节日的时候，我们来啊，有时候圣诞节啊，有时候情人节啊，有时候过生日啊，我们就买一只啊，然后回来做纪念，家里有几十只。但是这是第一个对，这是第一个。两个共同的收集。是。刚人家要做爸爸哦。对。里头都给观众朋友，我他爸堂爱都一个声音的也上毛路黑爷声音的哈。现在小孩快1岁。快了。啊，育儿生活如何？我觉得育儿生活辛苦了。本来就想说会结婚生子的嘛。应该这样讲，我们有在计划说要。大概在这个时候，好，我们试试看。那没有就算了，我们也没有说一定要强求说，有一定要小孩。那如果有的话，我们当初它是个缘分。对。那我觉得育儿生活固然辛苦，其实是辛苦啦。为什么？因为我们还要兼顾工作嘛。对。然后我们又是我跟我太太，我们2个人都在工作。那我也有工作，她也有工作的情况下，好。就换我妈上场了。有神队友。是神队友啦。但是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后援啦。对，那当然我们会觉得说，这样子的生活过起来，其实当然第一个睡不饱，你肯定是睡不饱的。那辛苦，但是你可以从小孩子身上看到很多，我觉得是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可以看到很多快乐。因为有时候看他这样成长哦，小朋友。睡一觉就长大了，每睡一觉突然就长大一点，然后他前一天还不会这个，隔一天就会了，突然就扶着东西就站起来了，对，突然就会突然隔天他会爸爸，他就开始讲这样子，你也不知道他讲爸爸到底是不是在叫我，不知道，但是他就只会发这个音了，对，他一开始就会，他最早开始会叫这个，
所以他妈就在旁边叫妈妈，一直在强迫他这样子。对，可是小朋友真是你从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中，反而说他会去让你忘记了这个辛苦的感觉。他去取而代之的是什么？是一个苦尽甘来的一个愉悦感吧。我觉得，就是你对于孩子的那个成长的那个愉悦感，我觉得那是无可取代的一个感觉。那有位这种艺术创作朋友哈，一会是想要不要生小孩的时候，其实会蛮挣扎的。是，当然。你们也有过吗？当然，因为我们当然会想说，如果你小孩出生了，他会不会对你生活有影响？一定会啊。你没办法过那么自由自在的生活。说，哎，我们今天隔天我们就买了机票，我们飞到日本去，隔天买了机票，我们去香港。现在不可能这样子嘛，对，生活一定会有影响。但是我觉得啦，这是我自己个人的浅见啊。他对于就是人生的那个阶段性你到了这个阶段，其实差不多，你会知道说我好像过这样自由的人生过了一段时间，好像够了，差不多到这个时候你说未来，你说小孩出生之后过得不自由嘛？其实也不会，自由只是一种限度。对，我在这个限度里面，我会觉得说我还是过得很舒服，还是过得很自由只是我怎么去思想它，我怎么去思考它。那在这样子的过程中，我觉得会对于你自己的一个人生的一个转变，你会慢慢可以去接受它。我觉得那是反正。小孩出生之前有10个月的时间，我们慢慢调试心态嘛，没有关系。对，那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好，咁等下最面嘅团呢，用拖帶人來食有貼配英語嘅料理。好，等下來看他生係乜嘅。好，先試下菜。在用母語，我們在用語言去表達音樂的時候，它是我們的思想。我們用我們的思想去讓這首歌變成投射給每一個觀眾、每一個聽眾的一個媒介。再來做客慢言來了，今日來做了嘅係音樂製作人強濤，到日嘅部分呢，都來食好食咧，頭到強濤講肚飢嘅，肚子餓了，都來看啊，都對強濤有貼配英語嘅料理係嘛嘅，想處理冇本人。牛肉面，对，牛肉面，对，为什么是牛肉面？为什么是牛肉面？我觉得因为台湾的代表性的美食，牛肉面绝对是其中一个嘛。为什么？因为看到有外国人来，他们的旅游杂志上面一定都是写什么牛肉面，你要去哪里吃，然后每一个城市有哪几间好吃的牛肉面。好，他们专门有一些人来台湾，他们专门会去找这些牛肉面店吃的就像我们会去日本找拉面店吃是一样的。因为你去香港，你是找港式饮茶吃，是一样的。反正他们到我们这边来，他们是找牛肉面店吃。那我觉得，当然这是一个很代表性的一个台湾美食啦，对。然后再来，我觉得我常常会一直去想这件事情是为什么我这么喜欢吃牛肉面。然后牛肉面对我来说，它到底为什么那么重要？我觉得啦，吃牛肉面很方便。为什么？因为我们小时候讲说，我们要吃个饭多麻烦啊，要弄很多菜啊，什么东西的。牛肉面不用啊，牛肉面就煮一碗，然后大家分着吃。然后你吃一点，我吃一点，大家分着吃，吃一吃啊，很方便了。是不是跟我们的素食很像？跟我们吃什么那个。M 开头的那个类似的嘛，对，就是这是什么？我们台式的快餐嘛，就是这是一个我觉得很方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我从小，我有时候啦，我老家就是我爸爸的老家在台南，那我会放寒暑假的时候我会回台南去，那我奶奶就会弄这个给我吃。他就会弄这个给我吃。我想他可能也是觉得麻烦啊，反正弄这个很快嘛，就因为一锅这个对不对，可以吃好多天。他就一直吃，他就一直弄。然后我就中午吃这个，然后每天中午都吃这个。然后我就后来就习惯性的变成说，中午到了，我就是要吃牛肉面啊，没有牛肉面吃那很奇怪嘛，对不对？对，然后后来就变成说不知不觉之间养成了我要吃牛肉面的这个习惯。
一直到我上大学之后，我才发现，我真的好喜欢吃牛肉面了，怎么会那么喜欢吃牛肉面啊？然后因为我那时候我学校在板桥嘛，我就在板桥到处找不同的牛肉面吃。我想说这一间没吃过，试试看。哇，踩雷，好不好吃？好，下次不要吃了，下次不要吃了，然后去另外一间，这间好吃，好。加入口袋名单里。但是你到处去找，其实某种程度有点在找童年那个味道，虽然不可能一样。不可能一样啦，不可能一样。一方面是，然后二方面是我本来就喜欢尝鲜嘛，就试试看嘛，因为我觉得牛肉面这个东西是一个很 common 的东西。那我觉得，有这么多牛肉面店，每一间都试试看。对，我也有个朋友很喜欢吃，他每次都是我要吃牛肉面，好，我们继续吃，好吃一次，哇，这一间不好吃，然后下次再换别间吃这样子。对。刚提一开始的时间讲，一开始会弹吉他是爸爸教你五笔四和弦这样，是。所以其实音乐在你们家应该也是蛮平常的事情。音乐在我们家不是一个很平常的事，其实不是一个很平常的事。那你走这一行，爸妈的反应是什么？我走这一行，我爸妈其实应该这样讲，我爸妈是一个给我很高自由度的一种教育。他们没有限制我说，你一定未来要怎么样。虽然说，我爸妈都是老师嘛，对不对？大家对老师的印象可能是，哇，这个老师都很严格啊，你小时候就要开始背什么《三字经》啊，什么唐诗，不知道要背个1000首好了。对，有没有那么多首？有没有？不用。怎么反而我家要？你爸妈是老师，我爸妈不是老师，但我被逼要背唐诗。对，然后反正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中，他们反而是说你想要做什么，你就做。重点是什么？你要喜欢这件事情。就是很开明的家长。对，他们其实对我是很，你说自由度很高嘛？其实某种程度上其实放任。它其实是一种放任的，就是，对于你未来要做什么事情，他没有设限。他们也觉得说，你未来如果你不喜欢念书，或是你对于念书这些事情，没有那么在行，那你尽力就好了嘛。那你可以念到什么程度，你就念到什么程度。结果搞到现在，我是我们家学历最低的。对，学历其实不太重要。学历其实不太重要，对，我们家全部都硕士啊，只有我不是硕士。对，然后后来反正，在我后来真的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爸妈他们也是很支持我的。那我觉得这是我很幸运的一点，因为我的学生现在大概有70%-80%的家长都是不支持他们做音乐的。他们觉得做音乐很辛苦。对，但其实我觉得辛苦归辛苦，快不快乐比较重要。如果你选了一个你自己不喜欢的工作，然后你继续一直这样做下去，你做10年、20年、30年下去，你可以做到什么时候？然后你做到最后，心一定会生病。一定会生病。但是我觉得，即便我们在这一行里面，你说我们赚不到比别人更多的钱，或者是我们过不了比别人更好的生活，其实不见得。是看你用什么方式去经营它。我觉得经营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是。没有过的很大牌音乐制作人，其实也过得蛮滋润的嘛。是啊，对啊。来做一的公母安和存钱的客家音乐客家音乐比起来当然还是比较小众。是。那但是你要做，你一定会做蛮多功课，然后理解客家音乐。是。你后来这样做，你对客家音乐有什么新的发现吗？其实我这样讲，我觉得客家音乐本身没有问题，而是听的人。对，听者就是什么我自己做音乐的人没有这个感觉，但是看的人有这个感觉，听的人有这个感觉，是什么样呢？我已经知道这是客家歌了，所以我会用客家歌的心态去面对它。我会用天公落水的心态去面对它啦，意思是这样啦。为什么？因为我们对于客家歌有既定的印象，客家歌应该是要是这样子吗？我觉得不是。是当我做了这个客语的音乐，我们不要强调它是歌。如果今天这个客语的音乐没有歌词呢，它就只是一首音乐。比如说，我把天公落水变成一个 jazz 版的，然后结果一改了之后，大家就哇，这个好好听哦，变成一个 R&B 版，变成一个电音版，我把它做成一个 EDM， 然后大家那个 DJ 在台上放，台下全部人在那边嗨，对，结果大家不知道，其实这是客家歌，对，为什么？因为我觉得
音乐超越语言之上。音乐其实在我们做的时候，它本身不需要语言去解释它。我们在用音乐，我们在用母语，我们在用语言去表达音乐的时候，它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用我们的思想去让这首歌变成投射给每一个观众、每一个听众的一个媒介。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做音乐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情会去思考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我要怎么样去传达我的思想给你知道。就算你唐姆斯好吧，你听不懂客语来做客家歌，也没有什么隔阂，是吧？当然没有什么隔阂啊，但我觉得除此之外，我也可以从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中去了解到这个文化啊。这是我一直很喜欢做的事情，是我透过音乐，我透过歌，我去了解这个语言的文化。就比如说我今天做一首波兰歌好了，我去听波兰文，我听不懂，但是我可以从这样子的语言告诉我什么东西，然后甚至于说这个语言里面会唱到了一些我没有去过的地方、没听过的事情，那我借由这样子的方法去了解到这件事情。好，比如说天川日是什么东西？天川日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你那时候听到曾仲伟那个时候讲说天川日这件事情，我就会去了解说天川日到底在干什么，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名词的存在。后来我就知道说其实这样子这个过程中，其实我好像慢慢的对客家文化也有一点比较了解。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但这是我自己啦，我不能说每一个做音乐的人都跟我一样，但我很喜欢做这件事情。刚刚沙哈勒与马格基巴哈，你接下来会有什么规划吗？我接下来的规划其实也没有，我就是一个笨笨的一个音乐人，我就是喜欢做音乐，我觉得做音乐很开心。对，所以就是有做音乐的机会。对，有做音乐的机会我就会把握，因为像其实我自己啦，我是一个比较不设限说我一定要做什么样音乐的人。好，那我会觉得说做歌也好我还有很多的业务是在做配乐。就是我刚刚跟你讲那个哥吉拉的那个故事嘛，因为我小时候就很喜欢配乐这个东西，所以我也做很多影像的配乐那也是我主要的业务之一。好，甚至于说我现在还有在接触怎么帮变魔术的人做音乐。这也是一种享受啊。因为我看到那个成品出来的时候，那个音乐配上他们表演，哇，那是很感动的。感觉好像我的小孩出生的那时候一样感动，眼泪就会这样慢慢的流下来的那种感觉，那个是很开心的事情。对，我觉得这个是我接下来我还是会继续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我 maybe 是我的使命吧。就是我做这件事情，就是我要让更多人知道说我对于这个事情很喜欢，我很感动，然后我要把我喜欢的这一些音乐maybe 它可能是代表我 ，maybe 不是但是它一定有我的灵魂在里面，有我的血意在里面。我把这些东西带给听的人，让他们去感受到我的这份感动。对，这是我现在在做，未来我们也会继续做下去的事情。今日非常感謝，用土同人分享咁多嘅故事，感謝，謝謝。